大家好，我哋係一班熱心推廣精神健康嘅長者，透過影像發聲工作坊，用相機記錄生活，分享故事。我係 Iris， 我係 Victor。我今日咧想同大家一齊走入退休長者生活嘅世界，睇下我哋點樣喺社區度揾到快樂同埋意義，互相扶持，一齊過精彩嘅人生。殺到嚟啦，點算好啊？退休唔理好大鑊噶喎。Victor， 見你行嚟行去，煩咩啊？我聽日就要退休啦，冇嘢做，冇收入，而家開始好擔心啊。係啦，而家真係好唔慣啊！起身又唔使趕返工，成日都唔知點過，自己好似好頹廢。呢啲係咪叫廢老啊？係啊，我以前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以前咧好有用嘅，而家就冇鬼用啦，樣樣都少咗。擔心無聊咧就一籮籮，越想越大鑊啊！唔得啦，我要改變我嘅人生，我唔可以再頹廢落去，要踏出第一步，搵朋友去社區中心睇下有咩活動先。原來入邊咧嘅活動咧唔老土噶噃，又有新潮嘅攝影啦。之後咧一齊出街四圍去影花花草草、街坊嘅笑容同埋社區嘅角落。然後返到中心，大家輪流分享相片背後嘅故事，仲有藝術創作班啦，例如流體畫，仲可以去用作品表達自己添。仲有新興嘅運動，好似地壺呢，我都未試過。後生就顧住捱世界，而家仲唔玩返舊本，見識下真係對唔住自己啊！ Victor， 你今日帶我嚟呢個地方，好靚好舒服啊！見你最近都好忙喎。係啊，我而家揾到退休生活嘅樂趣啦，同朋友一齊學新嘢，又做義工，見識咗好多嘅新朋友、新事物，由擔心變為開心，越玩越精神啊！哇，聽你咁講，唔得啦，我都想改變，跟你一齊中心參加活動，一齊玩啊！好啊，除咗一齊玩，不如我哋就一齊送幾句說話俾大家。退休生活不用愁，放下工作得自由，海闊天空任你遊，義務工作樂悠悠，尋找自己喜歡嘅事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如果鍾意呢條片，可以俾個 like 同埋撳訂閱，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，仲有記得打開通知，繼續睇我哋嘅頻道，睇埋我哋其他片啊！仲有想進一步欣賞我哋嘅線上攝影展呢，記得撳下邊嗰個連結，一齊支持下啦！你規劃好退休精彩人生未啊？你會點揀呢？